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甲學大基少年。各位觀眾都見到呢條影片，都大概都知道發生啲咩事啦。睇標題都知道 OK。冇錯，喺呢次嘅影片將會係本次正式回歸嘅第3條影片，亦即係曾經陪伴咗4年嘅 Poco F3 5G 嘅手機撞禮影片。喺呢條影片當中呢，我會為大家詳細講解喺呢4年嚟呢，我喺度使用緊呢個 Poco F3 5G 嘅時候所發生嘅壞機嘅徵兆嘅經過，以及提醒大家喺使用手機嘅時候要需要注意嘅地方，避免好似我咁樣重蹈覆轍，手機資料仲未夠到嘅時候，反而就因為 CPU 嘅毀壞而無法再次使用。呢個係我作為個人嘅經過，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同埋體諒，亦都建議大家喺遇上呢啲情況嘅時候，盡量要及早去處理。就廢話少講，我哋開始本次嘅影片啦。那麼喺影片開始之前，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不妨記得按讚、訂閱同埋分享。更加重要嘅係按下小鈴鐺，以便唔會錯過我最新嘅影片同埋貼文嘅通知。呢個係對我嚟講係你哋俾我嘅最大嘅支持，多謝你哋。大家仲記唔記得呢？喺2021年嘅9月8日呢，我就買咗部新嘅手機，就係 Poco F3 嘅 5G。嗰部機呢嚟咗我哋頻道之後呢，就為咗我拍咗好多唔同嘅影片啦，就好多新嘅一個唔同嘅遊戲影片啦，亦都為我嘅頻道呢嘅發展啊都進咗大步嘅，就出咗好多唔同嘅片，而且都為我嘅頻道都達咗好高嘅訂閱啦。最重要就係有更加多唔同嘅遊戲，同埋更加高質素嘅畫面，同埋更多唔同嘅 design 同埋發展。我都非常感謝嗰部機一直為我帶嚟更多好嘅未來發展嘅。但係喺經過今日發生嘅事之外呢，我就覺得非常遺憾。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我嗰部 Poco F3 5G 呢，就正式終結佢哋嘅手機人生。部機呢已經係掛咗啦，係直接 certify， 已經無法再使用啦。主要原因就係個 CPU 佢已經掛咗啦。我就先俾大家睇下部手機嘅狀況先。12 seconds later， 呢一部就係我嗰部 Poco F3。好啦，我稍為改翻個環境暗度嘅，都有個打光燈，就防止咗反光嘅問題嘅。大家就見到呢部就係我嗰部 Poco F3 嘅。你見到佢咧，其實咧大致上冇問題嘅。你見到呢度咧，其實我就封住咗個套嘅。之前就玩嗰時就擔心跌嘅爛機嗰啲啦，就買咗個比較強勁嘅密封套嘅。而家拆出嚟俾大家睇睇個狀況先嚇。而家你當好似戴住個藍色手錶驗緊屍而家。我先拆開就俾大家睇睇個狀況先啦。Poco F3 啦，同當初買部機嘅時候係一模一樣嘅，冇分別嘅。你見到其實咧，佢係明顯係冇任何損壞嘅，純粹都係多層少少污糟咁解啫。但係其實真係冇乜事㗎，真係。我都大概詳細講解下咧，關於 Poco F3 嘅喺我拍咗開箱片之後咧用嘅所有過程啦，同埋佢壞嘅象徵開始到最尾佢係點結束佢呢個手機嘅機身，佢嘅機器人生。你其實可以睇到就係咧，基本上咧，我喺呢4-5年嚟用咧，其實基本上保養得好好，基本上冇乜任何損壞㗎。雖然咧累計已經係跌咗40幾次機，不過大致上咧，除咗係咧中間呢度呢個位咧就會有少少裂痕嘅。我見到呢度其實明顯一個裂痕嘅，不過可能影片睇唔到啦。呢度其實有一個裂痕嘅，呢個咧係上次咧就有一次唔想跌機咧就導致我摸咗個裂痕啦。其次，大部分其他位置基本上係冇任何裂痕嘅。而家我部機咧係已經係永遠閂機狀態。你其實咧，我撳開機啊，冇反應㗎，撳實都係冇反應，因為咧我部機個 CPU 已經係壞咗啦，佢已經係 certify 掛咗啦，已經係。所以而家我其實意思其實佢已經冇用㗎啦。講到翻當初用嘅時候啦，我哋先回味翻當初嘅2021年嘅9月8日嗰日先啦。嗰日咧開箱完之後咧，就拍咗好多唔同 game 啦，譬如話初期嘅噴絲啊、頂人格啊，之後嘅最新嘅寶可夢劍啊，跟住又拍咗好多唔同嘅遊戲啦。基本上嗰段時間咧係手機係狀態係非常之良好嘅，完全冇任何問題嘅，真係。
咁我喺用咗幾乎3年至4年嗰陣時啦，咁樣之後就發生個問題。Oh no！就係電池。咁啊，其實我呢部機咧，其實係換過一次電池嘅。咁啊，本身個電池咧係點樣咧？咁啊，起初我冇乜發覺，因為我一直係用自己個風筒封住咧，就係明顯見唔到嘅。但後尾拆出去調查咗之後，發現咧個電池腫脹咗嘅，即係代表咧你再唔快整個電池爆嗰時咧，就真係救唔到嘅。因為後尾好彩電池係未發生任何意外嘅，就盡量就揾咗地方維修完之後咧，就花咗大概100零蚊，就大概300啦。咁啊，我唔特別講詳細啦 ，OK。至於就維修咗，就純粹係更換咗電池嘅。Nice。咁啊，就修理好翻嘅。咁呢個係初期啫 ，OK。咁啊，大概咧點解我會講就係咧，我會發現呢個異樣咧，然後想去修理咧，就係咧我部機咧出現咗係個症狀，亦都係後期導致我部機掛電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不斷開機閂機。咁啊，大家都知道就係咧，可能對於啲 IT 或者手機嘅人嚟講，可能比較詳細知道嘅，就係咧。當你手機咧出現咗就係咧冇啦自己熄咗機，然後又開又閂控制唔到嘅情況下咧，通常得2種原因啫。一係就係個電池問題，第二就係 CPU。OK， 得呢2種可能啫。咁我初期咧就我係冇詳細了解呢啲嘅。咁後尾就大概問完之後詳情就知道就講話係主要係首先係電池問題嘅，因為後尾發現電池腫脹啦。咁啊最尾換咗電池之後，基本上就冇咩問題啦。OK，咁啊嗰個開關嘅閂問題都正常咗。OK。咁之後啦，到2025年嗰時啦，咁我就喺我拍唔同 game 嘅時候咧，其中最大問題就係我部 Switch 唔係因為我拍 Switch game 定係 PlayStation 4嘅 game 時候咧，都出現個問題，就係咧我長時間錄影拍攝嘅時候咧，特別係我叉住電拍攝嗰時咧，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咧，佢係錄嘅聲音同埋個畫面係會完全 delay 晒嘅，最嚴重係 delay 咗成幾分鐘嘅 OK。咁我特別攞個例證咧，就係呢個 PUBG Playtime Chapter 4，我拍呢個好似係15集，就係玩 Yanagi 嗰一集嘅。咁嗰集咧就其實出現咗嚴重嘅延遲音效問題嘅。嗰時我仲花咗好長時間去修理翻個音訊延遲問題。你要聽到影片我會窒一窒，因為本身咧部機已經開始問題啦，已經係。咁嗰時已經係修理咗電池之後嘅嗰段階段 OK。咁啊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明顯嘅徵象啦。咁之後嘅話就係輪到近期啦。咁啊近期嘅話咧就喺翻今年2026年大約1月至2月左右嗰時咧，咁啊就部手機咧就又再次發生呢個自己開關閂機問題嘅。咁啊純粹發生一次啫。咁啊起初我都唔特別理嘅。咁啊之後咧就輪到喺2026年嘅3月14號嗰日，即係倒數佢死亡嘅前一日。就發生咗一件事情，就有一個 SD 卡，就有一個 SIM 卡，唔係 SD 卡 sorry 講錯，就有個 SIM 卡，即係你嗰個流動上嘅 SIM 卡咧，佢就突然間咧冇反應，咁啊嗰時就導致我係成日咧係用唔到，因為我自己冇帶嗰個電話針卡，所以咧搞到咧我係要等到自己翻到屋企先可以再 check 翻個 SIM 卡嘅。不過好彩 SIM 卡冇問題，係主要係部機唔知點解突然間撈唔到 SIM 卡，所以導致佢冇用到咧。不過呢個都唔係好大問題啫。咁你翻到屋企就重新插翻個 SIM 卡嘅話，基本上你個流動上就翻到嚟啦 ，OK。嗱呢個冇問題嘅，但係最重要就係當日證實死亡嗰日，即係3月15號，2026年3月15號嗰日，就嗰日咧，我就平平無奇咁樣咧就出門，跟住就碌手機咁啊，可能打下機啊或者 share 啲資料嘅。咁之後咧就突然間知唔知發生咩事？就係佢突然間個畫面，即係你會見到部 mon 啦，大概係呢個位置，呢個位置。佢就突然間咧就閃咗下，出現咗彩色點點。咁啊嗰時我就純粹可能就用 Google search 啲資料啦。咁啊純粹其實都唔係運行好大啲嘢咧。咁啊嗰時我仲邊叉住電話機又邊播緊歌嘅。咁我跟住突然間就係呢度咧閃咗下，然後咧成個畫面就喐唔到，唔知咩事啊。咁啊當初我就莫名其妙覺得發生咩事。咁後尾突然間就熄咗機，冇反應，直頭完全冇反應。即係平時咩咧？平時咧我見慣就係咩咧？因為經歷咗10幾20幾次就係咧，佢熄機嗰時，即係佢會自己熄咗機咧，跟住佢會彈咗個螢幕出嚟啦，彈咗個嗰個 Poco 嘅 logo，然後佢係咁斬，就係講就係開機又閂機，開機閂機，即係我哋瘋狂咁係咁撳呢個掣，係咁撳到佢咧，有時先開到嘅，甚至有時撳到咧係內部系統都出埋嘅，搞到咧我就整咗一段時間先去自己整，仲係自己整先整啦嘅。不過好彩我仲有呢啲方面嘅了解，所以都知道狀況嘅。咁啊，總之就係嗰日15號發生個自己熄咗機之後咧，我就
唔理點都好，我即刻去附近嘅機鋪買，仲要去翻我第一次即係我買呢部機個鋪頭度買啊嘛。咁啊當然梗係冇可能啦，嗰啲純粹只係幫手買賣嗰啲手機啫，又唔係負責維修嘅。就算我去呢個小米嘅專門營運咧，都係冇用嘅。咁啊後尾我就去咗我屋企附近嘅一間呢個維修鋪啦，咁啊都係小型嘅維修鋪啫。咁我就問個狀況啦。咁啊咧我就純粹解釋簡單就講話突然間死咗機，開唔到機啦。跟住就講埋佢嗰個閃彩燈，然後就突然間黑屏，完全冇翻嗰種狀況啦。咁啊咧都係同樣道理，就得出咗兩種結論，就係一係就係個電池問題，然後第二就係 CPU 問題。咁啊今次咧就比較嚴重啲啦，就真係可能真係99%有 CPU 問題嗰種。咁啊當初咧因為電池冇問題啊嘛，換咗電池之後咧，即係其實隔唔夠半年㗎咋，跟住電池係冇問題嘅一定係，但係嗰度唔係電池問題，咁剩翻 CPU 咧就真係有啲大嘅喎，真係。咁啊，最重要係咩咧？就係咧，我呢部機啊，裏邊啲資料啊，唔見晒嘅係，真係啊！即係我講簡單，我講個過程啦。所以就係咧，嗰日3月15號咧，我攞去維修嗰時咧，就問咗個狀況。咁我就講話咧，如果唔係電池問題嘅話，咁就可能 CPU 嘅。不過後尾 check 嘅時候咧，發現咧可能會話真係 mon，因為我之前咧我 mon 咧係試過唔少次都係接觸到水嘅，呢當唔係跌咗個馬桶跌咗浴缸嗰種程度嘅水啦，係可能係接觸到啲水蒸氣，可能滲咗啲水入去嘅。但係當時其實我冚住個肚咧，基本上冇咩危險嘅，最多係上面呢個位可能會接觸水，同埋下面插窿插電掣呢度會接觸水啦，呢啲會比較危險少少嘅都。咁啊，起初當初我以為係純粹係個芒問題啦，因為佢個芒閃咗嘛，跟住就熄咗嘅。咁啊，我就見到係個芒問題嘅。但係咧喺第二日，即係我而家拍攝嘅時間，即係3月16號呢日啦。咁啊咧，我就收到通知就講話咧，證實已經係死亡不治啦，部手機已經係拜拜咗啦。嗰時我係其實你點講咧？因為我係人生第一次係體驗過係手機掛咗嘅啊，其實唔係第一次啦，應該話第一次體驗係我比較高勁啲嘅手機，但係佢係掛咗嘅。其實我手機掛已經經歷唔幾次啦，我已經經歷咗其實嗱講下我細個嗰時嘅事情啦。我細個時候有一部比較普通嘅 iPad 啦，嗰時就玩下，突然間就我高個頭，跟住成個 iPad 冧落嚟，因為嗰時咧個 iPad 唔好純粹只係一個套冚住佢咋，跟住因為嗰時跌咗落嚟，成個 mon 碎晒，成個報廢咗。嗰時我細嗰時係咪非常之慘？嗰時係第一次經歷呢個 mon 壞，就部機壞咗咁嘅 iPad 啦。之後另外就有啲係譬如話好細嘅手機啊，譬如話嗰個嗱，我之後唔係嗰個產品，所以就好似係2部 Samsung， 跟住仲有一部係仲更加細嘅 Samsung。因為嗰3部其實都衰得快，因為嗰個時候就唔知咩事啦，可能。不過我就嗰時我唔係好熟個 IT 方面嘅，所以我純粹可能就壞咗個算啦，冇辦法啦。都話嗰時就冇咁慘嘅，你好過第一次嗰時真係細個時候第一次壞機嗰一瞬間冇咁樣。嗰時我就因為後尾就換咗機啊嘛，就換咗我呢部華為機嘅。咁啊講翻啦，咁啊我第一次拍攝嗰時咧用嘅嗰部舊機華為機就係呢部嘅，呢部就係我嗰部華為機。咁你見到其實基本上咧好舊啦，呢部機其實係。你當買呢個 Poco 在更加耐之前，好似係17、18年啦，好似係咪？我記得，我唔記得啦。總之就係咧，當初買呢部機嗰時咧，就其實嗰時我未有打算拍片呢個諗法嘅。咁啊，嗰時我又唔係好熟手機啦，我就唔知啊，當初咧發咩神經買咗個30幾廢嘅手機。我而家意識到呢部機真係，其實又唔係廢嘅。佢而家因為我又唔係用好耐，我都全部用咗2年。之後後尾停咗段就唔好用啫，但係其實佢其實 OK 嘅，仲係好穩定嘅，都係冇問題。我覺得呢部機就純粹因為嫌佢廢就係因為32G 嘅，你可想而知啊，可能會用30G手機搞慣都係用咩啊？128、256啊，121TB 都有咁嘅大佬，真係。所以你話我呢部手機咧，我都唔知用嚟做乜鬼嘅真係。不過算啦，咁啊嗰時就你記翻起我之前21年嗰時玩用呢部機拍咧，就出咗咩360嘅400幾，有時都話出嚟玩得好少咯，就係，因為出嘅片全部都係唔過15分鐘嘅，有時都過，不過都係手機 game 啫。後尾呢個空間唔知越嚟越嚴重關係咧，跟住我終於頂唔住啦，就後尾就買咗呢部機啦。點知呢部機咧，今日咧就終於到報廢啦，我真係哇喊到你，真係我都唔知點講，就係咧。
部機咧，我裏邊仲有唔少資料，譬如話咧，我啲外出活動啊，跟住旅行嗰啲相啊，我未轉移到嗰個 hard disk 度，我未轉到硬碟度。其實我有個硬碟嘅，跟住就裝住好多唔同嘅，由細個到而家成年之後嘅嗰啲相，全部都喺晒度。但係問題就係咧，最近1年內啦。最舊最新嘅呢個咪最舊嘅25年9月嗰啲相咧，基本上咧都喺晒裏邊。跟住我又未 save 低落硬碟度，跟住全部就 certify 冇咗到弊家了。不過好彩，我有個 Google 相簿都有 save 低，不過唔係完全。所以其實我呢當我係有將近1000張相冇晒嘅，所以其實係好慘嘅嗰陣時。跟住其次就係咧。我呢部機咧，你都知啦，我256G 咁一定有唔少 game 噶嘛。其中咧，除咗嗰啲有 Google 帳號嗰啲 game 唔理啦，之後嗰啲乜嘢我嗰個原神啊、PUBG 啊，跟住仲有荒野亂鬥、皇室戰爭播充啊，呢啲其實我都整晒帳號嗰啲，其實應該 save 低晒嘅，如果冇問題嘅話，應該就。但係最大問題咧，我係有啲拍片嘅 game，但係佢係冇帳號 save 低嘅。譬如話我嗰個 Criminal Case 啊。Candy Crush 啊，最重要嘅 Super Dark Deception 都係未搞掂嘅。所以其實咧，我啲 game 都係全部重新玩過。加上咧，我都其實唔知會唔打算重新玩啦，因為可能而家我會主要專注係新嘅 game，我都唔一定要玩翻嗰啲嘅。但係特別 Super Dark Deception 啊 ，Super Dark Deception 嘅話咧，話晒都係嗰隻 game 都我比較中意嘅。但嗰時我仲挑戰晒所有 S Ring。我又重新玩，不過本身我當初都諗住打算第2張出之後都重新玩嘅都會。喂，咁我都算啦 ，OK。game 其實唔緊要嘅，最多都係冇翻啲資源，我要重新玩過啫。咁大部分嘅 game 都係有Google 帳號登入嗰啲，咁基本上冇啲問題嘅都係 OK。所以其實喺 game 方面咧，我係唔使太過擔心嘅，因為我都冇咩擔心過嘅 OK。game 嘅話最多都係重玩翻啫，我係唔緊要嘅。跟住最大問題就係啲相啫。因為啲相咧，全部都係珍貴嘅回憶。你試諗下啦，啲相咧，你係曾經去過好遠唔同嘅地方度旅行啊、玩啊、紀念翻嚟嘅相，點知全部因為一部手機 certify 而冇晒嘅話咧，你可想而知係幾咁慘啊！真係。不過我同你講嗰時，嗰日咧我部機掛咗，正式掛咗之後咧，其實我係極度傷心喎，真係。即係你可想而知啦，我裏邊所有嘅資料啊、game 啊、相啊，同埋啲內部行程資料咧，全部冇晒咧，係真係咁慘㗎。其實本身咧，其實我可以救得翻嘅，但係嗰個可惜錯失嘅事咧，就係因為我 CPU 頂唔順。咁啊，講埋我過程啦。咁啊，後尾咧就今日咧，其實我就拜託咗維修人員咧，幫我就盡量可唔可以努力咁救翻佢啦。咁啊，其實過程中咧係救到3次嘅。咁啊，第一次咧係真係救到佢開翻著部機嘅。咁啊，但係只係半個鐘頭咧，加上咧佢嗰時仲係幫我處理埋嗰啲帳號登入啊，跟住就準備呢個將資料轉移啦。咁啊，轉移資料方面咧，其實咧嗰日咧我係買咗部新手機。喂 what？ 咁本身我就證實咗就係新手機咧，我會諗住喺正式回歸嗰日就會出嘅。咁啊，其實我係未公佈過嘅。咁啊，而家都算啦，反正都發生咁嘅事，我都唔難公佈出去啦。咁我就講啦。咁啊，總之其實咧，我已經係買咗部新嘅手機啦。咁啊，俾大家睇睇咯。Hold up, wait a minute。咁啊，喺俾大家睇新手機之前呢，而家有關於舊手機嘅資料後續事情呢，我想同大家說明公佈一下嘅。咁啊，而家嘅時間呢，就係我剪輯嘅5月2號正式回歸嘅嗰陣時啦。咁啊咧，首先就係咧新手機開箱結束之後咧，咁啊我就花咗啲時間去整理翻啲資料嘅，就恢復翻原本手機裏面嘅資料嘅。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埋呢個遊戲同埋上面嘅資料嘅結果嘅 OK。咁啊首先咧我就好多謝咧喺我手機裏面嘅 Google 相簿，幫我一直保留住喺由2025年9月到而家嘅2026年3月嘅圖片啦。不過係嗰陣時影片嘅3月就 OK。咁啊因此咧相片其實咧係拯救咗至少有80%嘅 OK。咁啊，剩翻2成嘅話咧，就主要係因為咧，我 Google 相簿空間唔夠啦，而且嗰啲照片咧係隔得係超過1年以上嘅，所以嗰啲資料救唔翻係真係冇辦法嘅，真係 OK。咁啊，嗰啲相片資料就冇乜特別，就被儲存就真係冇辦法 OK 啦。咁啊，最嚴重就係咧，啱啱好嗰啲相咧，仲要係我一次咧去旅行咧，去咗比較遠嘅地方嘅嗰啲回憶照片㗎。當時起碼都影咗將近1500張相㗎，其中咧其實都淨拯救咗200到300張嘅。咁啊，我去嗰邊嘅旅行咧，就我唔特別講詳細 OK，因為我唔想公佈 OK。
咁啊就去咗5日啦，然後其實只係救得翻我1至2日嘅小部分相啫，剩翻某幾日咧我係完全救唔到嘅，真係好可惜嘅，真係 OK。咁啊事到如今，過去嘅事就唔好再提啦 OK。咁啊嗰啲回憶嘅話，只可以永遠記喺我心裏邊刻畫住嗰份無法忘記嘅回憶啦 OK。咁啊當然啦，而家嘅我係仲記得翻嗰啲回憶嘅經歷嘅，詳細就冇辦法啦，記唔翻啦，都算啦，冇晒圖片回憶啦，好可惜。好，咁啊，跟住除此之外咧，就關於喺遊戲方面嘅嘢咧。咁啊，遊戲方面上咧，譬如話關於賬戶登入嗰啲嘅，基本上都冇問題啦，因為一定揾得翻嘅。只要賬戶冇唔見嘅就通常冇問題嘅 OK。然後就係一啲係冇賬戶登入嘅遊戲嘅，咁啊理所當然啦，大部分遊戲都係資料遺失係一定必須重玩嘅。咁啊一陣間我順便講講係關於咩遊戲先啦。但係最令我冇諗到嘅就係咧，冇諗到特別有幾個遊戲咧係就算冇登入賬號資料，但佢竟然保留翻喎，我都幾意外啊！其中就係包括埋我最中意嘅呢個 Super Dark Deception 同埋 Friday Night Funkin' 呢兩款嘅遊戲資料嘅 OK。咁啊，佢係依然可以保留到記錄嘅喎，裏邊嘅呢啲通關嘅 S-rank 記錄啊，同埋嗰啲 Perfect Excellent 嘅呢啲通關成績咧，全部都保留低嘅 OK。咁啊 Friday Night Funkin' 本身就冇得玩咁多，所以少係正常嘅 OK。詳情應該都留翻電腦版嘅 OK。咁啊，因此我可以話咧，呢個真係非常感動，起碼真係喺呢方面可能真係唔需要，真係必須重玩一次。不過反正 Super Dark Deception 都要重玩，咁所以其實我都冇所謂啦。但係救得翻已經係算好開心嘅啦已經。咁啊，剩翻落嚟嘅遊戲，譬如話咩元氣騎士啊、植物大戰喪屍、龍迷傳奇、Among Us、像素射擊、迷你世界、寶可夢探險尋寶、Candy Crush Sugar、Criminal Case 呢啲遊戲嘅基本上嘅所有資料，全部都係遺失晒噶啦。所以呢啲遊戲基本上咧，我一定要重玩噶啦。不過正常嚟講，我應該唔打算重玩嘅，因為如果要想重玩嘅話，就睇動視情況先啦。因為而家呢段階段嚟講，我都係主要先處理新系列遊戲先 OK。咁啊，除此之外咧，關於手機上嘅其他資料嘅問題咧，譬如話嗰啲賬戶啊、錢財啊、社交媒體嗰啲咧嘅嗰啲登入資料，基本上都係可以還原到嘅。如果還原唔到咧，仲慘啊 OK 好嘛？好，跟住反而就係嗰啲音樂啊、指定應用程式嗰啲內部資料，或者係原定設定嗰啲技術咧，基本上呢啲部分全部都遺失晒嘅。當然最可惜嘅係音樂啦，因為你知唔知咧？我特別咧中意聽音樂噶嘛，然後音樂裏面係至少 save 低咗有1000首歌以上嘅。然後全部遺失晒，即係佢檔案本身保留喺度，但係咧已經係無法播到歌噶啦 OK， 所以重新整理翻啲歌啦，我真係麻煩，要重新揾翻係一啲都唔容易噶。呵呵。好啦，咁啊，以上就關於我哋原本手機資料嘅轉移到新手機嘅狀況問題啦 OK， 咁啊好彩大部分必要嘅資料都揾得翻，咁啊剩翻揾唔到嘅就真係要放棄啦，真係冇辦法啦 OK， 咁就算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翻去我哋2026年3月16日，即係當時拍呢個Poco F3 撞禮影片嘅嗰時嘅情況啦 OK， 咁我哋就去翻嗰度嘅階段啦。Tomorrow 未公開過，不過其實已經俾人拆咗，不過都算啦。不過佢都幫我密封翻啦。咁啊，嚟就係呢部啦。呢部就係我部第3部喺我頻道當中嘅第3部全新嘅手機，小米 15T Pro。咁啊，呢部機喺2022年9月出嘅。咁啊，最重係咩啊？嗱，呢啲唔好俾你睇啊。好，見到1TB 12GB 加 1TB 黑色嘅，見嘅人生第一部1TB 機 ，OK， 哇正啊！咁啊，事先聲明先啊，自費飛嗰部全部係自己真金白銀買翻嚟嘅，5000蚊㗎，4999啊，5000蚊啊嚇！我本身都諗住正式無啦5月2號先買㗎，就係因為你呢部機掛咗，你都用咁早買呢個，大佬，我本身如果早啲預約買嘅話咧，我起碼慳翻幾條嘢啊！講真係唔係講笑啊，真係。不過算啦，咁啊手機開箱嘅話咧，想睇呢條講過先啦。新手機開箱我拍嘅，因為咧我冇能力用呢部啊，呢部太細啦，冇可能而家用呢部。加上之後我做啲試驗嘅咧，呢部機都唔知行得到啊。但冇辦法啦，發生嗰個狀況無奈之下，又要買新手機，跟住又要再緊急拍埋個新手機開箱嘅麻煩。OK， 好啦，偏離咗主題啦，咁我講翻部機先啦。咁啊，部機咧就當初咧就着咗啦，咁啊頭30分鐘咧，咁啊就想諗住轉移資料啦，但係點知咧就喺轉移資料嗰瞬間嗰時，佢就關咗啦，佢就突然間熄咗啦，仲搶救緊，跟住第二次搶救咧就着咗大概5分鐘左右啦，但係其實都冇辦法噶，都係你5分鐘都冇可能轉到資料啦，跟住又熄咗，跟住第3次咧着翻都係着咗1分鐘。跟住最尾就掛咗啦，真係證實救唔到啦。
即係着咗3次之後，30分鐘、5分鐘、1分鐘，最尾就真係拜拜啦，真係。所以其實冇辦法啦，最尾部機真係衰退快啦。咁啊，總之就已經係證實咗，就係咧死因原因就係個 CPU 即係個心臟嘅關係。你可想而知，一個手機最重要咩？就係個 CPU 同埋個記憶體大腦。你當係 CPU 就係個心臟，記憶體就係個大腦。你呢兩個瓜咗，基本上冇可能全部冇冷氣。你 CPU 瓜咗，你等於你所有裏面嘅所有資料全部拜拜，全部死。你當係呢個部手機一個人已經係失去咗生命，咁就唔翻。佢裏面所有記憶資料全部都係佢嘅大腦，佢大腦嘅記憶。最多佢永記住我心，就好似人嘅呢個記憶流傳咁樣，永世會傳過嚟我哋嘅心中，係可以記住嘅。但係就永遠冇得可以再睇翻到佢啦。OK， 所以呢部機我哋要同佢講聲拜拜啦。所以今次呢條片我哋就會做一個正式嘅 Poco F3 撞禮影片，就準備同呢部機講聲拜拜啦。咁之後嘅話咧，我哋嘅新手機就嚟取代佢啦。咁啊，其實真係有啲可惜嘅，真係，我真係冇諗到會突然間發生呢件事啦。就係我哋 Poco F3，就咁就係今日2022年3月10號就咁掛咗 OK。咁啊，最後我哋就做埋最後儀式，就係好好安裝佢，用翻我哋呢個佢嘅手機殼，唔係手機殼，我哋攞翻我哋呢個 Poco F3 嘅盒，用佢安裝佢，做最後嘅儀式，永遠懷念佢。好，首先兩位，你做呢個陪襯員，咁啊，我哋好好正式安裝佢啦。好，咁我先開翻我哋呢部盒先。我哋呢個就係 Poco F3 嘅棺材，開翻佢做最後嘅葬禮儀式啦。再見啦 ，Poco F3，我會永遠懷念你，我一定唔會忘記你嘅 Poco F3。多謝你呢4年嚟嘅陪伴，感謝你為我尋到大陸嘅好多精彩嘅畫面同埋回憶，我永遠唔會忘記你嘅，我會永遠將你埋葬喺屋企度嘅深處度紀念你啦，對唔住啦。好，請你安息啦，我會永遠懷念你啦。再見啦 ，Poco F3。就影片咁多先啦 ，OK。咁啊，希望大家都明白到手機離開嘅一刻咧，又資料冇咗，其實真係一件好傷心，亦都好可惜嘅一件事。咁啊，所以提及大家記住就係手機裏嘅資料，記得時時刻刻要備份 save 低，同埋就係一發現到手機有任何唔對路，立即落去修理。如果發現就算修理都搞唔掂，喺臨終前盡量將所有資料全部轉到另一部手機，確保手機可以安然無恙咁樣去離世，就係咁樣。咁呢條片係一個忠告，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啦。咁啊，總之就感謝 Poco F3嘅治療嘅貢獻。咁啊，我哋嘅新手機小米15T Pro 就將會取代 Poco F3。咁啊，就多謝 Poco F3嘅大家。咁啊，我哋再一次感謝 Poco F3。多謝你。咁我哋今次呢條影片就差唔多喺呢度結束啦。如果你哋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喺離開影片之前，記得唔好忘記按讚、訂閱同埋分享。有興趣嘅話，可以關注我嘅 IG、Twitter 同埋 DC 嘅群組。咁啊，希望大家明白到本次嘅突發事件嘅所有內容啦，亦都希望各位能夠注意，唔好好似我咁樣連累你哋一齊重蹈覆轍。咁嘅話，我哋就好好敬請期待剩翻落嚟嘅2個回歸嘅影片啦。我係夾破打機少年，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嗱，呢個新手機 Poco F3，記得訂我 follow 我，記得訂我頻道 OK。可能就會咁樣搞自己嘅呢個 OK。搞掂。好啦，停止拍攝先啦。